Hello，歡迎嚟到樂在旅途財經嘅頻道。今日同大家做一個咧係上市公司嘅訪問嘅專輯啊。咁今次咧就係訪問到咧係俊傑集團有限公司啊。咁身邊嘅咧就係老細Boris 啊，莊生啊。咁啊，你好，莊生，歡迎你接受今次嘅訪問啦。係啦。咁啊不如咧就大家可能對於俊傑嘅嗰個上市啊或者公司啊都唔係話十分之了解住啦嚇。咁不如咧你係介紹一下啦。咁到底公司嘅上市嘅歷程啊，同埋個業務嗰啲情況係點啊？好啊。我哋公司就喺2017年咧係創業板上市嘅。其實嗰時個主要營運咧就係做隧道嘅。咁嗰陣時上市嘅時間咧就啱啱好做緊就係港珠澳大橋隧道段啦。咁另外就係高鐵站同埋我記得係沙中線紅磡段嗰啲嘅站嘅。咁而家公司其實都係以隧道同埋多咗一樣嘢就係結構為主啦。咁會包括咗就係以前做嘅高鐵站啦，同埋而家譬如好似啱啱完成嘅就會有一個沙嶺呢個有機資源回收中心啦，係一個廚餘轉電嘅項目嚟嘅。咁另外我哋亦都會有參與到中九龍幹線啦，同埋一個就係話另外一個隧道就係三跑隧道同埋呢個將南嘅隧道等等。即係主要咧係以隧道為主嘅。係隧道即係由2017年咧上咗市之後咧，一路都基本上做啲隧道為主嘅。咁但係好似而家你有由原本一個咧就公營基建嘅項目嘅私營總承建商咧嚇，可以咁講啦嚇。咁而家咧就轉型咗一個咧就係綜合嘅解決方案嘅一啲伙伴咁樣啦。咁到底呢個轉型嘅過程之中咧係有啲咩嘅挑戰啦？咁咧同埋點樣可以成功轉型到咧？OK，轉型呢樣嘢其實最主要咧係圍繞住我哋做一個垂直整合模式啦。咁咩叫做整合模式咧？其實就係話我哋以前咧其實參與隧道嘅時候咧，可能我哋係做一兩個工種，譬如好似我哋做隧道嘅爆破啦，或者做隧道嘅噴漿，或者係可能做隧道嘅結構。咁而家咧其實因為我哋攞咗5個，即係話喺 CIC 啦，即係建造業議會入邊咧5個比較重心嘅牌照，咁變咗就係話我哋其實而家會全工種做晒。咁個好處係啲乜嘢咧？好處就係話我哋所有嘅責任啦都係歸一，但係調翻轉頭，我哋可以控制成本同效率咧，就更加容易。咁呢個咧就係一個垂直式嘅經營嘅嗰個方法啦。咁其實嗱，大家唔好睇我今次嘅訪問咧，就講到咧，好似咧就做啲基建啊，做建築為主啊。咁但都一樣㗎。咁大家如果大家呢排咧買啲科技股份，大家都知道啦啊。而家要買科技股份咧，都係中意一啲咧就垂直式嘅呢啲嘅大模型為主嘅。咁咧就即係有個大模型出咗嚟之後咧，就專門係做嗰一樣嘢，咁一路咁樣垂直落去，咁唔會做幾範嘅嚇。咁你好似要做商湯嗰啲嘅話，做幾範嘅話，而家冇人買咯。阿里巴巴做幾範嗰啲咪冇人買咯嚇。而家中意啲垂直嘅，垂直嘅話管理嗰方面嚟睇嘅話咧，就係即係容易達到你自己個目標為主嘅嗰方面啊。咁就即係呢個咧就即係唔係淨係科技啊，建築界咧都係中意垂直嘅項目嘅為做落去。挑戰係會有嘅，即係挑戰其實最主要就係因為本來以前管嘅隊伍咧唔係咁多工種啊，變咗我哋而家做嘅時候咧，就我哋個管理人手會多咗好多。咁呢個其實對成本控制啊，或者對我哋自己，譬如喺管理層入邊咧，要監管咁多種唔同嘅工種同埋調配嘅時候，會花咗多嘅時間嘅，其實都係會。係啦，冇錯係啦，你咁樣垂直嘅管理嘅話咧，你要請好多人。係啊。之前咧好似睇到你係700幾人，而家係咪過千人啊？我1300喎喺度。哇，1300你已經 double 咗喎啲人。呢個好難多得北部都會同埋即係新嘅項目會變多咗嘅，其實係。多咗項目嘅話，你就自然咧需要請更加多。絕對係。但管理嗰方面係咪真係難咗好多咧？其實其實咁嘅，我哋睇長線啦，即係管理係喺項目初頭嘅時候咧，分配人手啊、調配嘅時候係會複雜咗。咁但係如果係長期效益方面咧，因為其實始終自己團隊，我哋又唔需要同其他人即係分薄咗個利潤空間啦。咁另外，譬如好似如果我哋全部責任歸一嘅時候，所有責任都係翻本身公司俊傑入邊，我哋就冇咁多界面啊。即係因為一界面多咧，就會多拗撬，大家就會推來推去。呢樣嘢係會唔會係你嘅責任咧？係我責任咧？咁大家中間呢啲環節疏忽咗嘅時候，就有啲 rework 或者可能重做嘅需要啦。咁但係調翻轉頭，如果全部都關於自己嘅，咁管理嘅下邊嘅同事伙計，佢哋只要有默契，即係話有呢個堅持，做得到呢樣嘢嘅時候，其實
喺安全又好，喺呢個效益嗰邊都好，都會達到即係好啲嘅結果出嚟。係啊，呢個都大家都知道啊，近期聽新聞都知道啦，好多人咧賴嚟賴去都唔知邊個責任啦，係咪啊？推嚟推去，推嚟推去㗎啦，咁啊周圍射㗎啦都係啊。咁你但係如果你垂直嘅話咧，就即係自己可以完全管理晒嘅話咧，就即係對於效益嗰方面嚟睇嘅話咧，就其實會更加會好啲咯，會係。係啊，客戶群都會留意到呢一面嘅，即係客戶群組都會知道就係話，哦，我分俾5個人去做同一個位置，咦唔係喎，但係5個位置，不如我俾翻你哋去做翻啦，你哋自己管翻，唔好話中間有啲咩協調嘅嘢啦，嗰5個都係你哋自己嚟嘅，係，咁變咗客戶群又會覺得容易管咗。係啦，冇錯。咁你講到客戶嗰方面咧，會唔會咧就近期即係呢幾年啦，同啲央企嘅合作咧會係比較多咗咧？一定會嘅呢個，因為其實國外公司咧而家其實喺近5年咧都好多退出啊，譬如好似英國公司又好，新加坡公司，香港公司亦都係啊，係啊，韓國又係啦，日本都少一啲嘅。咁國內公司嚟係多咗嘅，咁但係喺我哋隻眼光入邊咧，其實我哋就唔係直接同佢冚，即係唔係一個直接嘅對手關係咯。我哋反而睇係會係一個聯營夥伴嘅關係。咁點解會係一個聯營夥伴嘅關係咧？因為國內譬如好似佢哋做嘅 size 大細咧、規模咧，一定係比香港大。咁佢哋嘅供應鏈咧又一定會長啲。變咗佢哋講啲，亦都會咁喺一個即係成本效益入邊咧，佢哋一定有利呢樣嘢。咁但係譬如佢哋嚟香港呢個細嘅地方，譬如做中九龍幹線咁啊，喺每一段 OK 可能2公里嘅隧道入邊咧，其實變化好大。呢啲嘢可能喺國內係會比較少撞到咁嘅情況。咁變咗佢哋譬如好似嚟投標嘅時候，佢哋都會需要本地嘅團隊，即係同佢講翻就係話香港嘅法規啦、國際嘅準則啦、安全嘅指標啦、綠色認證呢啲咁嘅嘢，佢哋其實相對嚟講係冇咁熟嘅。咁如果我哋 form 到一個即係話組織到一個聯營團隊 ，OK 佢哋喺譬如供應鏈入邊咧可以做得平啲。咁我哋咧就係話喺施工方案入邊咧做得好啲，精細啲，令到就係話業主覺得我哋嗰個投標嘅 proposal 啦，即係話一個標書啦，做得好啲嘅時候，其實唔需要話一定係個價錢去到最低。技術分數都可以提翻高，明白，亦都可以幫到件事。係頭先你講到啊，關於綠色嗰邊啦，咁你哋咧都喺 ESG 嗰方面咧係幾着力嘅，其實都係啊。咁而家有啲咩嘅實踐咗咧，同埋咧有啲咩嘅例子可以講到出嚟，關於ESG 嗰方面咧？好啊。喺 ESG 方面咧，其實我哋而家都同理大研究緊一個最新嘅嘢啦，就係甲醇發電。咁呢個技術咧，其實係南方科技大學咧同理大去研究。咁而家我哋就希望就係話將呢啲甲醇發電嘅機咧，就帶去工地入邊去用嘅。咁因為呢個大家知道油價呢排係飆升啦，係啦。咁其實當呢個油價飆升嘅時候咧，其實因為甲醇咧係無碳排放。咁大家都會諗就係話，用咗呢樣嘢帶到落地嘅時候，其實係咪可以幫到工地入邊嘅環保咧？同埋喺噪音方面，佢哋都係做到可以好低。咁呢一啲項目其實喺國內已經係行緊，只不過喺香港就未落地啦。咁我哋希望做到就係話大落地去喺地盤入邊行啦。咁另外一樣嘢就係譬如好似我哋去投標嘅時候啦，其實我哋之前做一個項目啦，沙嶺資源回收中心，其實承建商諗得好好，佢哋都會就係話用一啲再生嘅鐵啦。即係 recycle steel，咁另外一個就係話用一啲低碳石屎，係啊，咁變咗就係話喺中一碳排放入邊咧，佢哋盡量可以做得最好啦。咁另外譬如好似我哋如果係去投標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會應用到多啲機械化同埋 AI 嘅工具或者係一啲嘅機械啦。例如係譬如好似我哋已經用緊嘅 AI 鑽機啦，或者係一啲AI 嘅吊運機械，咁變咗就係話佢人唔需要喺入邊就可以360度可以睇到全面嘅觀景。咁呢一個其實對安全嚟講都會做到一個即係一定嘅作用啦。係啦，大家就成日做AI 嘅嘢啦，咁就即係講 AI 啦，好多呢啲嘅科技嘅項目啦，其實咧建築行業入邊咧，其實用咗好多 AI 嘅相關啲項目嘅，其實都係。係啊，而家我哋都探討緊嘅就係用可能混凝土機械人啦，因為平時譬如好似震混凝土嘅時候，好多都係用手啊，定係支震筆落去震。咁其實而家喺國內亦都有啲技術，就係話用機械可以一次過喺3-4個位同時間去做呢樣嘢。咁呢個亦都係即係可以減少咗即係員工嘅疲累感啦。因為有時做落石屎可能真係10個鐘頭以上啊嘛。咁如果可以用到機械去幫到24小時都得，係啊，慳咗成本啊！呢個最主要你都係。係啦，冇錯。好啦，再講下，不如咧你啲項目咁樣啦，例如咧就即係知道咧你喺北部都會區嗰邊咧都攞咗差唔多成13個項目啦，合約啦嚇。咁除咗之外嘅
部都會區之外嘅話，其實咧喺機場嗰邊咧，其實咧都未來嘅除咗三跑之外，都有其他一啲發展嘅嚇。咁你不如你講下呢兩個講下北部都會區先啦。你哋攞咗啲項目嘅話咧，就即係大家會係即係攞咗啲邊啲項目啊？咁大家會了解下。好啊。喺北部都會入邊咧，其實我哋而家係做一啲最前期嘅工程嚟。最前期嘅工程，因為喺北部都會入邊咧，會有好多新嘅人口。咁人口多咗，譬如多咗150萬嘅時候，咁大家都會可能想象得到，就係話我哋啲儲水設施啦、淨水設施啦，同埋污水設施咧，都要重新起過晒咁滯㗎啦。咁其實因為北部都會其實新嘅市鎮咧，其實講緊都有10幾個，咁變咗其實而家呢部陸續啦，咁都會開始會出發嚟啦。咁所以呢兩個都係我哋而家做一個重點嚟嘅，即係淨水設施同埋污水設施。咁另外，譬如好似喺一啲元朗區嘅地區啦，亦都會有啲排洪嘅系統啦。咁同埋就係話會有一啲雙型飲渠，因為嗰對區域咧就比較低窪一啲。咁其實做呢啲最主要都係 for 未來嘅排水用咯。主要圍繞呢啲項目啦。咁因為基建先行，最主要就係話我哋要先做咗第二時民生入邊需要嘅設施先。咁其餘嘅譬如路啊、隧道啊，亦都會陸續會一齊做埋啦。咁另外亦都會有就係話未來啦，喺北部都會啦嘅地鐵線啦，譬如好似新田站啊呢啲，雖然佢哋未喺呢段時間開，但係都會陸續喺未來幾年咧就會出嚟。都係做啲係隧道項目為主啊！呢個係因為地底下邊嘅，所以大家未必睇到嘅，未必睇到啊！但係咧，大家用嗰啲隧道咧，其實好多咧，例如中九龍幹線嗰啲咧，都係咧俊傑佢哋做嘅，咁啊就即係大家用緊嗰時啊，會了解更加多㗎啦。咁機場嗰方面咧，其實係咪未來嘅時間都有啲項目咧？有個機會咧，就即係繼續未來嘅發展啦，大家會有更加興趣啲咧？絕對有嘅，因為機場除咗即係話大家已知，即係譬如喺2024年尾。1128嗰時候通咗嘅三跑系統啦，咁其實3號客運大樓嘅慢慢都會陸續出嚟啦。咁另外咧喺機場嘅另一邊咧就唔屬於三跑系統入邊嘅，其實有一個新嘅 project 啦，新嘅項目就叫做 Skytopia。咁呢個 Skytopia 咧其實都開始陸續咧就開始出嚟㗎啦。咁呢度其實包括咗就係話有一個單軌系統啦 ，monorail 啦，由即係話東涌駁過去機場。咁另外亦都會有就係話其實機管局喺2-3個禮拜前嘅都做過一個新聞稿，就會有幾個唔同嘅設施啦，會出嚟嘅，包括咗就係話佢哋準備營建一嘅亞博2期啦，咁另外會有一個就係遊艇中心嘅區域啦，咁同埋仲有一個最後就係話一個水上嘅活動設施，都好多項目未來時間會喺機場嗰邊，大家會有個機會見到，你哋都會有機會投嗰啲項目㗎啦。係啊，都有份投。OK，好啊，等你哋未來公佈睇下啲咩項目可以投到出嚟啦。咁另外再繼續想問下咧，就即係公司嘅目標咧，就而家由工程服務咧，就轉向一個咧投資建設同埋運營嗰個一體化嘅發展咁樣啦嚇。咁到底咧對於呢個業務嚟，對於個利潤嗰方面嘅結構嗰方面有啲咩嘅變化咧嚇？咁投資者點樣可以理解你哋公司嘅未來嗰個長期嘅發展嗰個情況咧？明白嘅。其實我哋公司其實之前嘅營運咧，主要都係喺一個項目為主多啦。咁項目為主其實就係話做完一個 project，可能係一次性嘅利潤啦。咁呢個係我哋原本嘅營運模式。但係而家開始我哋會參與多咗，就係話會有關啲設計啊、投標、營運嘅模式啦。咁呢個會首先就係話喺一個嘅利潤模式入邊咧，會多咗一個比較長期、可能穩健啲嘅資金回報係啦，咁另外就係話我哋會變咗多元化啲啦，即係唔會淨係靠 project basis，即係每次嘅 profit 啦。咁呢個其實都係公司想做嘅其中一項嚟嘅。咁而政府亦都係即係推廣緊呢樣嘢，去令到多啲嘅承建商去做埋一個營運商。咁呢一個好處其實喺對政府嚟講就係話，因為當設計方做埋營運方嘅時候咧，其實佢亦都會諗一個長期嘅效益。而唔係就係話做完我交俾政府啦，咁其實後邊營運個效益好唔好，其實同我哋都冇乜關係。當佢要營運，譬如好似15年啦、20年甚至30年嘅時候咧，佢哋一定會就係話花好多精神啊、資源啊喺未來嘅投資入邊，希望佢哋營運入邊攞到即係應得嘅回報啦。咁其實由以前我哋之前參與過嘅O-Park 2啦，即係有機資源回收有機資源回收中心啦。咁另外再加埋就係話其實而家未來嘅 I-Park 2啦，都係呢一種模式啦。咁仲有就係話沙田垃圾轉運站其實都有呢啲嘅模式存在。咁我哋都係希望就係話能夠增加多元化嘅收入。明白。咁啊好嘅，就即係做完一個項目之後就完咗之後咧，你真係又要再揾第二個項目咧，由頭開始過嚇。咁而家未來嘅時間就可以計埋咧，就話你運營嗰方面
可以嗰方面咧有持續性嘅收入嗰方面咧，其實對公司嚟睇嘅話，長遠發展都係好㗎啦，會係啊，呢個其實亦都係即係長遠嚟講啦，政府想見到嘅嘢嚟嘅。冇錯，因為變咗就係話大家會喺北部都會起嘅時候，咁希望就係話個壓力資金壓力冇咁大咯，因為政府就唔需要一次過就係話攞一筆錢出嚟先起咗一個嘅結構或者起一個站先啦。咁而營運商譬如話連同承建商咧，可以喺30年入邊慢慢攤分嚟計翻佢哋嘅資本回報率合理嘅時候，就大家去投咯。好啊，嗱，咁展望未來咧5至10年咧，香港嘅基建嘅嗰個項目嚟睇嘅話，會迎來一個咧就即係黃金嘅一個週期啦嚇。咁即係公司即係未來嘅長遠個遠景係乜嘢咧？咁咧就即係希望咧觀眾對於呢一個俊傑嘅公司會係有啲咩嘅期望喺度咧？我哋當然希望就係話大眾咧可以睇俊傑係做一間有責任啦、可靠啦，同埋即係話可以承建到大型項目嘅承建商同埋分判商。另外就係希望大家都會即係記得俊傑就係會有參與過大型嘅基建工程，譬如就係話好似中九龍幹線啦、高鐵站啦，甚至係譬如好似以前做過嘅港珠澳大橋嘅隧道段，咁呢啲都係我哋想做到嘅嘢嚟嘅。咁至於你話長期啲嘅願景啦，我哋即係希望積極到參與就係話北都入邊嘅投入啦。咁另外就係好似啱啱講機場 Skytopia 嘅項目啦，同埋地鐵即係未來新嘅項目線路咯。呢樣都我哋希望可以即係做到。係啊，咁咧就即係大家真係好多啲基建項目咧，好多咧都係公司做嘅，但係大家就真係見唔到公司嘅名。不過唔緊要，可以喺股票市場都可以見到嘅。嗱，大家都知道咧，而家8188咧，俊傑咧仍然都係一個創業板嘅公司嚟嘅。咁但係咧，公司亦都係冇耐之前咧公佈咗咧，就話未來嘅時間咧會係咧探討緊咧，就係成為一個主板嘅公司。咁呢個未來嘅有啲咩嘅講俾大家知咧？可以。好啊，我哋喺2個禮拜前咧，其實都發咗個公告嘅。咁個公告就係內容就係話，其實我哋都收咗，即係話已經我哋第4年嘅財務報表啦。咁就係4年，咁我哋都達到即係話轉板嘅要求。咁我哋都係物色緊新嘅團隊啦，去做呢樣嘢。咁希望就係未來2個月到啦，或者2-3個月到就可以同大家再公佈啲好消息，係啊。大家真係可以期望啦。咁就即係公司嚟睇嘅話，雖然係創業板啊，但係咧佢成日都有派息嘅喎。每年都有派息喎，派息比率有成差唔多4成幾。4成幾嘅派息嘅話，真係係一個唔係擺喺度咧，係等佢慢慢升。慢慢成為咧主板嘅公司，仲可以攞嚟收息嘅公司嚟嘅，咁所以都大家喺公司真係未成為一隻嘅主板公司嘅股份之前嘅話咧，大家都可以多多留意下呢間公司。唔相信咧成為咗主板公司之後咧，我預期啫嚇，成為咗主板公司之後嘅話，應該咧會係更加咧就發光發熱嘅啦。咁就即係大家多多留意俊傑集團有限公司8188。咁好啦，咁多謝莊生今次接受我今個訪問啦。咁我第日如果真係成為咗主板公司，到時再訪問你好唔好？好，多謝你，莊生 ，thank you，再見啦大家，多謝大家，拜拜。